中国国台办昨推出台独拍手举报专栏，要公布头一批名单，包含内政部长刘世芳、民进党立委吴思瑶、辛碧阳、孟庆、北京明兰、万南龙等人拢在内，而且要3名北检的检察官。刘委会就警示讲，这中共唔若想要干涉政治，也想要干涉着司法，这也凸显着这中共对待渗透统战的严重性。中国国台办官方网站2日早起才宣布设立台独打手举报专栏，暗时就公布头一批名单，包括内政部长刘世芳、民进党立委吴思瑶、辛碧阳、甲黄捷、联电创办人周兴成、网络红人北京、麦南龙、甲气科医师苏淑华等人。一定是因为我做对了很多事，我说对了很多话，我说出中共不敢面对的真相。中国再把我封10个黑名单。我嘛无得惊。假做政治人物，互中国列做黑名单，吴思瑶家己做手板来庆祝。不过，即个连赛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林达、林俊彦、甲林俊廷嘛拢伫名单内底。刘委会警示，中国捏造对台湾横图管理的假现象，唔若干预政治，嘛想要干预司法。现在扩大到恫吓民间人士、一般网红，还有检察官。那我们认为这是对台湾内政的全面滋扰啊！它不但要干预台湾的政治，还要干预台湾的司法。这不但凸显中共对台湾渗透统战的严重性啊，那也证明台湾确实有必要在各方面全面防范。中国对台湾除了文攻武吓嘛无停歇。伫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担任主席的共和党议员李克，伊讲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，各项预算都要持续增加。In Taiwan, double-digit defense spending increases must continue, given the threat it fa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. Taiwan is spending 2.5% of GDP, but they're also spending a lot that is not accounted for in defense 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 resiliency, on energy, on communications, on civil defense. So perhaps they should be getting more credit. 伫川普的第一任期做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施水豪认为讲，袂当干来看小目的数字。伊讲应该认可台湾伫咧防卫阵线等等方面投入资源，而且建议美军持续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，帮助台湾推进应用无人科技来维持阻挡入侵的力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